先生，太太你好，我有介绍，我的名叫是 Elizabeth Jarusati，我今年22岁，我还没结婚。我的身高165公分，我的体重55公斤，我从印尼来的，我的姓杨基督教，我读到高中毕业。我以前家印尼公主照顾阿妈跟阿公，lian yang jong erling ersantu erling eru，阿公只sesuai jong phong。阿妈只sesuai jangkang，爸妈阿公是照huan nhau pu，带阿公去医院，为吃饭，为有洗衣服，等衣服煮饭煮菜，在家里有sekarang lapan yang阿公跟阿妈。我们照顾老人，照顾病人，照顾小孩，洗衣服、等衣服都是方式。我们住台湾在。正义、正当、就当就喜欢。我不罢工，我有去台湾工作，赚钱帮助家庭跟我来。这我介绍好了，谢谢先生，谢谢太太，在台湾，拜拜。